用对象你对象嘛呀？用对象那老师，你对象的那老个时间嘛的，嘛的，可上个的东厂过年就说，他不这个讲话的时候呢，东厂是给咱们一通中介，暑假只出去，咱们一通中介讲过的，这是咱可上得了别单的，好不得了的时候呢。哦呀，那就那不你约啦，是的吧？得嘞，那我这把都老了，人都也不带，但是你是。哦，这把都不打打脚多，打对对，打啥个这个什么？但那这啥嘛这过了，打咱们是什么？他长高了的，打的小了的，那个这打的小了的也是的，打俺这个长高了的，虽然路都拿了都脚是吧？打你嘛打不脚一点，你干嘛俺那老啥脚？虽然路都几年送拿就这么脚。哦呀，啥子把这把它叫着吧，你把它叫着吧，那听懂的，啊，打，哪打，哪，嘛，哪嘛，哪嘛，啦，这打的去搞打的，这嘛打是那个来看路的，这打的，哪打，哪嘛，啦，吐。那就叫的，就让这米大人叫的，今年送米嘛都。人家听俺来的，今年送。没到这吃啥的瓜的没到？吃啥的瓜？人家可是，哦呀，大米嘛都叫的，今年送。哦呀，咱这叫的些叫的偏嘛的，这个叫西瓜多啊，人家大家西瓜嘛的，大家西瓜嘛，大人家知道了好的，多大？搞大的哭嘛的哦大嘛大手就吐，先你听不的，先说，大老的今年送。哦，明白到叫了叫，今年送。叫了叫。俺打是老不来呀？这么说。俺打。那嘛。啦。大手就吐。你眼睛老过来，你那看了过来，掐了过来。你那看掐了过来。掐了过来。你几个多啊？呀？你要对了，他妈几老了，该老的今年送。你打多少的？哦，他这那个多没有打过，他今年送。哦，都是教育的呢，不看长多没都打过的，后来现在让长不多，现在只是给不叫多，就得得修教不是，就得，哦呀，咱们是咋的？你咋的？你小了的，你先叫俺的小了的，哦呀，咋个的？比你没，俺叫俺了是吧？我都来是吧？